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9月16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真。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去到美国参访，头一站伫纽约甲外交抵抗座谈。侯友宜强调，台湾是推动和平、降低风险的角色，未制造麻烦。那纽约金融时报报讲，侯友宜要要求美国表态出兵保护台湾，引起讨论。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伫纽约第一站，就是到抵抗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进行半点钟的闭门会谈，由会长艾瑞特亲身接待。侯友宜强调，台湾会扮演和平促进者、甲降低风险者，未加做麻烦制造者。我们要扮演的是一个从交流增进理解，用实力确保和平。 侯友宜了后，也到抵抗外交关系委员会拜会，表达有能力建构一个互全世界安心的台湾。了解他们的整合资讯，以及立即打击犯罪，可以用声音去辨别子弹的这个来源，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新的科技。 金融时报报道讲，侯友宜要求美国就峰会承诺表明态度，引起讨论。侯友宜办公室曾澄清，未伫访问美国时阵要求美国政府对是毋是出兵防卫台湾作出表态。侯友宜也强调，提升自我防卫才是上重要的。台湾要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加强经构，我们本身要不断强化自己，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 侯友宜表示，每一个成为中华民国未来领导人，一定是坚守民主自由，也有清楚传达美台关系要如何深化。另外，中国推出支持福建建立两华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文件，伊强调中国是要统一台湾的企图无改变过，台湾也有家己的坚定的原则。公司记者美国采访报道。继续来关心2024年的总统大选。 郭台铭要独立参选，找艺人罗培霞做副手。不过罗培霞有台湾甲美国两种国籍，连学位嘛有争议。不过郭台铭办公室表示，罗培霞即阵是当咧办放弃美国国籍的过程，若参选登记，阁有两个月时间要会赴。另外，民众党的郭文哲有风声讲，副手是雅虎的前总经理赵凯莲。若民进党赖清德。 外国媒体是认为讲，伊若和萧美琴出来选，选情较有赢面。甲国科会主委有讲有笑，副总统赖清德对提问是无回应。外国媒体阁预测，伊甲驻美代表萧美琴搭配，选情会大加分。15参加人工智慧年会开幕式，致辞的时阵讲，人工智慧愈发展，对台湾是好机会。台湾是民主国家。 而且呢，我们的 ICT 产业又这么强，地缘政治的新时代里面，我们的机会之窗会越开越大。赖清德活动结束，过去国民党侯友宜故乡嘉义去几啊间庙拜拜，共款讲 AI 对台湾的发展。那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副手的人选有风声讲，可能是锁定前雅虎总经理周凯莲。这段期间当然会多方征询嘛但是从那个赖佩霞的例子就知道，请大家不要乱猜，反正到最后一秒你就会知道。郭文哲并无讲明，党中央嘛否认，讲人选还阁当地找。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副手罗培霞，当地办理放弃美国的国籍。不过外界关注讲，这个程序真复杂，敢讲会赴参选登记上尾期限。那今天早上呢，他也再度跟律师再度讨论开会，所以我们会在最短时间内向 AIT 提交申请。 虽然时间很赶，但是并不是做不到。除了相关国籍引起讨论，连学历嘛表出争议。罗培霞15发声明，讲伊个人的背景真够大，唔捌隐瞒或者是扭曲。伫哈佛大学进修，敢若是短期班，唔捌讲过有摕到学位。那广州暨南大学的学位，强调拢有正式文件，朴素论文嘛会当查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昨早起发生社区大楼楼骹抬死楼顶的命案。 这2号长期以来拢有错音的纠纷，住13楼63岁查甫人抓举刀仔去14楼，甲一对少年翁仔某抬死。2个56岁囡仔当场看到爸母惨死，随走落楼骹找管理员讨救兵。警方3点钟后伫屏东抓着嫌犯，伊嘛已经承认犯案啦，即马是依照杀人罪移送法办。你想要杀2个人啊？
面对问题是拢点点点，多望3点5钟姓吴的嫌犯，伫屏东哪边红撞着，伊的清查甲犯案了后，第一时间穿的无同，研判是咧逃亡的时阵有变装，互掠到的时阵，伊有承认伊甲楼顶的翁某抬死，不过说是对犯案的原因甲过程有所保留。嫌犯的家属，也就是儿子所提供的资讯，是在这1-2年间，长期都有噪音的问题。噪音是源自于对物体、对地面的敲击声音。警方表示，根据嫌犯家属的讲法，这两户伫咧这2年确实有噪音的纠纷，管委会嘛捌协调过2-3届，拢无结果。不过噪音的纠纷，煞是互一对30几岁姓罗的翁仔某死伫咧厝里。警方讲，透早这个63岁嫌犯去死者因兜弄门，一个入去尔就举刀共攻击。受害者的2个后生，一个6岁，一个5岁，第一时间看一个事件，较紧撞去楼骹，甲大楼的管理员发救人，协助报案。他直接跟我们的管理公司的陈组长去联络的，这个噪音并不见得是他所造成的。其他的住户嘛讲，大楼隔音的情形无讲真好，清早会听到厝边的声音。不过打上任的主委讲，从8月份上任到今，管委会无受理过13楼住户噪音的陈情。不过有听讲，因兜要找物业公司来协调。本案孩子目睹重大的一个暴力事件，所以家属后续一定要留意孩子的情绪跟行为，可能会出现一些创伤反应，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有一些熟悉的他的亲属来陪伴是很重要的。铁虎社会局表示，这2个细汉囡仔暂时互带伫共同的亲情斗照顾，嘛联络学校启动相关的社会资源，后续嘛透过咨商、辅导等等的方式，协助囡仔表达内心的感受。还有注意特殊身心议题的处理。有专家表示，心理的复健至少都要3年至5年的时间。也若这个嫌犯会以涉嫌杀人罪罪嫌互移送。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写啥物？带观众朋友来看早报重点。先看《中国时报》，高雄发生噪音纠纷，厝边杀人的案件。环境部表示，制造声音妨害别人的生活，警方会当依法处分。按照医师认为讲，普通人直接报警察或者是小冤家，不过嫌犯煞走去杀人，可能是情绪相关的疾病。来看《联合报》，台中市长罗秀燕表示，甲农业部讨无进口鸡卵的完整资料，讲要串联地方政府家己查。罗秀燕表示，若巴西、中央是拢总核准10个国家的鸡卵，其中有7国已经是进口入台啊。再来看《自由时报》。苗栗地检署侦办国民党籍的前万里店店长刘秋东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定罪。检方认为刘秋东爸仔囝涉嫌违反政府采购法，按照洗礼的查甫人负责洗钱，涉嫌要求乌洗罪，甲刘秋东爸仔囝等6个人提起公诉。3天前，伫台中发生成栋救护中医伫药房内底掺珠沙甲病人治疗，造成250个人严中毒。台中地方法院1审宣判，这犯案的负责人、医生、各有药商等等，是判6年到7年半。台中市2020爆发成栋9户中医是使用禁药、注射含烟弹，造成250个人中毒。台中地检署今年底侦结起诉。台中地方法院经过2年外的审理，15宣判讲，成栋负责人吕志林、9户的医师洪章宏和药商欧国良，共判6年到7年半。洪章宏犯有制造禁药5罪，以及贩卖禁药95罪，合并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2月。吕志林，原名是吕世民，他一共犯了1063罪的供应调剂禁药罪，那合并应执行有期徒刑7年6月。台中地方法院讲，吕志林是犯药事法的供应调剂禁药罪，和刑事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是判7年半。洪章宏犯药事法的制造贩卖禁药罪，判7年2个月。欧国良犯药事法的贩卖禁药罪，判6档。伊的公司心中药业嘛，罚80万。对判决的结果，受害人有人感觉判伤轻，有人认为讲会当来警告这做歹代志的业者。法官愿意给他一个7年半的一个算是程度还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之内，让未来有些中医师啊或者不良的一些医生或者药商啊有一个警惕，不要再犯这种错误。说真的还比较轻啊，
因为这个是伴随终身的影响，然后又加上说受害的家庭跟受害人数那么多，应该是都会觉得说真的还不太能接受。本身是台中市议员的张彦栋，一家伙仔4个人拢受害，甲大哥因为严重毒造成神经受损，一直去看医生。伊强调，收到判决书了后，会和律师和其他的被害人去讨论刷落来敢要上诉。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美国甲南韩伫首尔举办扩大压制战略协议体第4届会议，因同齐谴责罗西亚甲北韩的军事合作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美国国务次卿阁警告北韩，若违法开发核武，这政权反势倒台。美韩扩大遏制战略协议体第4摆会议今年第一摆伫南韩首尔举行，双方派代表进行2+2参详，应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我国。南韩代表会后表示，韩美双方力量共款，会密切分享情报，互俄罗斯付出应该有的代价。 아울러 러북 간 군사 협력은 안보리 결의의 엄중한 위반이며 러시아가 비확산 체제 창설의 당사자이자 안보리 상임이사국의 일원으로서 책임 있게 행동해야 된다는 데 의견을 같이 하고 美国代表是感谢南韩政府中和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佮公开谴责俄罗斯甲北韩强化政治合作行动。佮表示会议中已经就俄国支援北韩非法开发核武等问题进行讨论。The United States reaffirms that any nuclear attack by the DPRK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or its allies and partners, including the ROK, would be unacceptable and would result in the end of that regime. 联俄国访问的金正恩结束甲总统普京会谈了后，无直接返去，会伫俄国加大几工啊。15金正恩去战机制造厂参观传奇，佮计划参访太平洋舰队，回应西方国家烦恼。俄国想要为平壤买武器，克里姆林宫表示，期间并无甲北韩签署任何协议。 темам никаких соглашений подписано не было. Не было таких планов. Вот. А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вот этих всех утверждений, то опять же рекомендую вам послушать и 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ответом президента. 普京会见被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时阵也表示，北韩是厝边按以某一种方式建立睦邻关系，毋过未违反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协议。公视新闻陈慧仁报道。 镜头转来到国内，台北基泰建案的工程害大地的厝塌落去，上严重迄栋25号拢无法度转去住。案附近的徛家已经有民众是转去处理，不过所发现讲这壁倒甲涂骹有必顺会漏水。台北市政府是请3大技术工会去鉴定，初步认为讲这无严重的安全记录。 哦，还有上面哦，上面这里也是。伫门口口摇头一个看，必顺是看现现，厝内天棚嘛铺起来，壁顶嘛出现一条一条的裂缝。楼梯间2栋厝的接缝嘛拢有闭起的所在。台地人家厝落去的案件进入第9天，除了落去迄栋的25户已经无法度使用，附近的211户到今敢若有62户敢转去。因为民众看到厝的情形，心内也是惊吓，嘛希望会当争取纳入中间的范围。 屋顶上旁边那个裂痕看得到，我家地下室的出入的门现在已经非常难开，每天一开门就看到这围楼倾泻下来，心里的压力很大。我很怕，现在已经有那个危险性了。有一次地震很大嘞，就是这样冲，哎，就这样摇。台北市府委托3大技术工会，为15开始连续3天，一户一户勘查受损的情形。 技术一个一个做检测，甲记录必顺的所在，方便后续详细评估。不过初步认定，并无严重安全的记录。如果说有新增的或者是加剧的，我们都会记录下来。就是它有结构性的一个损坏的时候，我们会跟市府跟市府去提报说，这个可能还要再做更进一步的这个检测。台北市长蒋万安嘛，搁一届去现场了解处理的进度。 而且宣布修订高文德市长任内修改过的时间损人事件处理规则，纳入第三方单位认定的机制，避免各有建商纠权兼裁判的争议。当住户提出损邻的协调，我们新制会请都发局以及公正第三方的专业技师来会同现勘。后续关于重建的问题，住户们也提出了各项的意见。 那我也请都发局朝向公办多问方向，积极的研议当中，我们接下来也都会持续的跟住户来沟通。
不过，这个事件涉及公共安全，嘛损害民众的权益。监察委员已经申请主动调查，要来理清市府福建省继续施工规个代志的过程，也有建案施工敢有违反相关的法令。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有一个台电的工程人员拜市去高雄田寮、甲台南龙家这甲界山区要做电力的施工，不过怎煞是找无到，无细枝跋落去绿高梅内底，伊规个人险险啊，就去互烂头带起来翕死，加在吊伫遐2点钟，才互人救起来。来，再慢慢来，可以让您来哦，一点点就好。手具人员合作，豆豆溜索啊，要将绿高梅内底人救起来。高雄这位台电人员，则是暗时到田寮甲台南龙家山区交界处处理电力施工，伊唔知路，尾仔又搁落伫溪流边啊绿高梅内底，规人险险就要互烂头抬起来，状况真危急。过程中会当看到，这个查甫人规个人已经无力，经过6点钟的抢救，总算顺利将人救出来。伊规身躯拢是土。根据消防员表示，因为地点伫溪流边啊，土坝真酸软，来增加救援困难。消防人员到场时阵，烂土已经到伊的胸坎。现场泥淖松软，且具有粘土的成分，患者的下肢已被固化的土质包覆，脱困不易。且抢救人员没有坚固的立足点，增加抢救的困难。受困6点钟，到在嘛是互人救出来，查甫人性命稳定，并且送病院治疗。伊应该想袂到，出门做工课煞险险无命。记者钟义辉、柯昭勇综合报道。明年的基本工资这月计要起到27470块，算点钟的嘛要起到183块。有卖鸡肉钱的业者，价公胖胖鸡嘛大声宣布讲，这10月开始店内员工的薪水要起4%，这可能嘛会带动餐饮业做回来调薪水。有专家表示，因为餐饮业当日欠卡手，这薪水若无起，员工可能就留袂掉。有名大小鸡鸡肉店的员工笑眯眯，因为对下个月开始，总公司宣布门市的人员加薪4%，若是通过每个月考核，也搁再调薪，薪水上悬可能有4万。蛮开心的啦，因为就是多一笔收入啊。今年10月起，品牌决定抢先优化门市伙伴第一线的福利以及待遇，并且调薪4%。以后到低脂牛肉。那一间连锁的鸡鸡肉业者宣布加薪，另外一间餐饮集团也计划要甲员工加薪水。不过业者强调，其他商品的卖价，始终会因为未来调薪水而有一个变动。目前也有在进行所谓的薪资调涨的计划，那目前都在研议跟讨论当中。因为餐饮业现在缺人缺得慌，所以其实他们真的是必须去祭出各种的方式来增加他们的这个人力资源。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跟着基本薪资来调高起薪。业内专家分析，过来餐饮业的人力真欠，加上台步无悬，上有机会因为基本工资会调升，也得力加薪。观察过来，明年基本工资月薪的调升到27470块，比今年增加1070块，时薪是超过180块。虽然过来基本工资连续8摆来调升，不过有全球企业人力咨询机构公布2020年亚太地区薪水的排名，以固定薪水来看，10个国家内底，台湾敢若排名第10名，也个输这个越南。带动薪资的成长来讲，这几年看起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效果出现。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如果基本工资不是过去这几年有比较相对于过去比较明显的调幅的话，恐怕我们现在的薪资水准还要来得更低。经济学者讲，虽然基本工资调升可能造成物价起价，不过袂使因为讲烦恼物价变较悬，而选择较低薪水，应该适时合理反映成本。物价虽然起价，却也是薪水调升的指标之一。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到去年12月底，这失智症患者已经有32万人。台湾失智症协会即阵都办一个特典，寄1个挂号批，要让大家搁较认捌失智症的症头，避免因为无了解去欠着治疗时间。刚过1日是国际失智症日。根据国际失智症协会的估算，全球有超过5500万位失智症患者。然而，咱台湾去年底，咱的失智症患者已经有32万人遮多。为着要强化大众对失智症的了解，台湾失智症协会特别举办一个记1个挂号批特典，
这条湿地不是讲啥物代志拢袂使做，湿地前有一寡镜头歹处理，所以需要家属做伙来互相来帮忙，然后互这个湿地者会当互得到一较好的陪伴，加这个帮助。过来乡是这段时段上爱唱的歌，活动特别邀请失智症朋友做伙来唱歌开场。其实这也是台湾失智症协会含在时代普通时的活动。像今年81岁的田连祖阿伯，自去年检查出为轻度失智了后，经过医生的了解，逐工7早8早就出门去到协会参加手工班，也熟悉侪朋友。伊嘛讲，因为安尼，互伊的生活加真趣味，药啊嘛愈食愈少。以前吃一颗，现在吃半颗就 OK 了，这就是最明显的嘛。是参加类似互助的家庭的活动，我都很快乐、很 happy， 就是生活有重心啦，这样就不会胡思乱想。失智症的症状其实有几种，不是单单记忆变歹，亲像语言能力、判断力等等的功能嘛拢会退化，嘛会出现个性形象改变的情形。协会办活动，就是希望招大家来正确理解失智症，避免因为误解牵着治疗。活动办伫台北松山文创园区，按9月15至21期间嘛，拢会有朋友来到现场分享因的人生故事。记者卢尚如、林秀凯台北报道。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份好天，过到外山区的所在水气较高，会落地渐好。温度方面，即时的高温是31度到33度，较空旷的所在暗时可能会降到21度到23度。这早时甲暗时温度差较济。民众出门都爱记住加脱一领衫。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3度到33度，东部地区24度到32度，华岛地区26度到31度。各未来3日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芝，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